好啦，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阿 John，咁咧就分享一下我嘅理解對於呢幾日有關於呢個 Cochiwan 原住民嘅權益同埋呢個訴訟嘅問題。咁咧同我啲朋友啦、啲 colleagues 啦，咁就研究過呢啲咁嘅議題啦。咁喺呢度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意見。咁咧由頭開始先啦。呢個叫做 UNDRIP，就係2007年9月13號就聯合國嘅呢個對於有關原住民嘅權益一種嘅一個約定啦。咁就關於譬如佢哋要有自決啦，譬如要發展嗰啲土地嘅時候要問過佢啦，要承認佢哋係有 distinction 啦，咁佢哋有返佢哋土地嘅權益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動作咧，老實講冇呢個 UNDRIP 之前咧，加拿大已經一直喺度做緊㗎喇。咁我會慢慢講到，其實有呢個協議同冇呢一樣嘢，到底有咩分別咧？咁第此其一個問題。咁咧，我哋呢個省咧，BC 省咧，就2019年嘅時候咧，就引入咗由新民主黨引入咗呢個 JIPA，就係19年11月28號。咁咧，我哋而家後來，我哋而家譬如啲小學生啦，要講返我哋係譬如喺溫哥華嘅，咁呢啲係未割讓嘅土地 unceded territory。其實老實講，對香港人嚟講，呢個係比較敏感嘅地方，因為香港其實都曾經屬於一個香港俾英國割讓咗嘅殖民地。OK。咁所以咧，有啲裡面嘅 concept 咧，我哋要了解，同埋可能甚至乎比依度加拿大嘅本地嘅居民更加去了解呢啲咁嘅 idea 嘅。其實咁大家都要明白咧，其實如果我哋話成個 BC 省都係未被割讓嘅領土咧，就唔係咁啱嘅，因為喺最原始初有部分嘅土地啦，包括其實而家好多土地都已經有 treaty 啦，咁但係有啲歷史嘅 treaty 都有嘅，咁我下一個 slide 再講啦。咁講翻呢度先啦，其實點解 BC 省嗰個原住民嘅問題會顯得比較複雜咧？因為我可以攞一個譬如紐西蘭嘅例子咧，其實佢哋嘅情況都同我哋幾似嘅。因為但係紐西蘭嗰個問題咧，或者佢哋做啲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可以話俾你聽，紐西蘭嗰啲原住民咧，對於因為佢哋比較有實力，老實講，因為佢哋喺當時候咁多年嚟咧，英國喺佢哋嗰個本土嘅地方去發展咧，都係少數，所以佢哋其實係共存方面咧，同原住民相處嘅關係係比較好嘅。咁佢哋有個叫做 Wataji 嘅 treaty 啦，咁就1840年簽訂嘅。咁其實佢哋原住民之間嘅糾紛咧，都係要透過呢個英國嘅殖民地政府咧去評理啊，或者去處理㗎啦。咁到咗呢個1975年咧，咁咧就講返最新鮮啦。咁23年嗰陣時咧，佢哋當有個新政府上台咧，佢就將呢個 UNDRIP 喺佢哋個政府層面就唔 recognize。但係對於我哋 BC 省嚟講，因為我哋已經立咗法啦，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問題會更加大。即係唔係話我政府唔承認 UNDRIP，我就可以有啲嘢可以倒退翻，即係話唔倒退嘅，或者去 reverse 翻。呢個係其實整個事件嚟講咧，你要了解到係影響咗成個本身 BC 省政府嘅主權個獨立性嚇。其實省政府係某程度上係有一定主權嘅。
咁咧就去到講翻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當呢個 BC 省歸入聯邦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都要考慮一個問題咧，就係當時候好多憂慮啊，即係去翻19世紀嗰陣時咧，BC 省會俾美國吞併咗。咁但係譬如去到紐西蘭、新西蘭，佢個 perspective 佢冇呢個問題啊，所以亦都要 understand 當時個歷史背景，點解會有啲嘢我哋係咁做。咁去到1975年啦，喺新西蘭政府咧就開始對啲原住民嘅權益作補償啊，咁樣開始。其實我哋會遲咗啦，因為我哋差唔多去到1990年開始先做呢啲咁補償或者去 reverse 翻。咁你唔好即係如果講翻歷史啦，1871年開始，我哋其實就有個 Union Act 就將溫哥華島同埋 BC 省合併咗，就加入聯邦。咁咧就到我哋嘅，其實我哋嘅憲法咧喺呢150幾年以上嘅歷史裏面咧，都係有修改過嘅。咁到1931年咧，叫做 Statute of Westminster 咧，就有好多權力就撥歸翻俾省政府。咁但係咧喺 BC 省嚟講咧，就冇將呢個唔需要將呢個 Natural Resource Transfer Act 1930年咧就俾，即係我哋唔 apply 嘅，因為喺我哋嘅憲法上邊咧，1871年我哋成立嗰陣時咧，呢個聯邦政府已經將我哋嘅土地嘅資源嘅管轄權咧俾咗我哋噶啦，包括林木啦，當時候好多礦啦。同埋你喺土地上發展嗰啲權益咧，其實已經係俾咗我哋喺1871年已經俾嘅。但係反而譬如你去到 Alberta 省或者沙省啊嗰啲咧，其實佢去到1930年開始，佢先將呢個權力下放俾佢哋。咁倒翻轉嚟講，好有趣嘅地方，如果你即係都要執着話以前做過嘅法律啊法例到底係咪而家要改變翻？因為嗰啲係殖民地法律，而家倒翻轉就 argue 唔係咧。咁呢個咁我係咪可以 argue？即係我話當時候1866年將 BC 省同埋溫哥華都合併，呢個條例其實都係唔啱嘅喎，都係如果喺原住民眼中嚟講違反咗佢哋嘅意願嘅喎。咁我哋而家係咪要廢除咗佢咧？OK，咁我話如果咁樣啊，咁好啊，唔緊要啊，將個議會搬翻去 New Westminster 啦，或者搬去 Surrey 啦，因為反正而家 Surrey 都係 BC 省最大人口嘅城市。咁如果個議會係代表人民嘅，咁係咪應該將個議會搬翻去 Surrey 咧？咁其實喺我哋現代嘅，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BC 省第一個有關同土著原住民簽嘅協議咧，就尼斯加條約啦。尼斯加條約就2000年就簽訂嘅。咁佢嗰個位置大概喺我哋 BC 省北部嘅另外一個港口，就係 Prince Rupert 嘅港口附近。OK，咁就呢個係即係現代嘅呢啲叫 Modern Treaty 啦，現代條約。咁去到2009年嘅 Gordon Campbell 前自由黨省政府咧，就同原住民簽訂咗呢個 Tsawwassen 嘅 treaty。咁 Tsawwassen 嘅原住民因為嗰個 treaty 其實已經俾咗佢哋喺一個自治州啦，你可以咁講嚇。如果喺大陸或者中國嘅眼光嚟講，可能佢叫一個自治州，因為佢已經係超然咗喺省嗰個特性，其實佢基本上就直屬於聯邦政府噶啦嚇，即係佢已經劃歸咗出去喺省嘅法權以外噶啦。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咧，Tsawwassen嘅住屋啦，嗰啲屋咧，如果其實佢唔 bound to，即係佢唔需要，譬如話我哋要俾嗰啲 vacancy tax 啊，或者其他嗰啲省嘅規定，其實佢唔需要，因為佢係一個自治區嚟噶啦，已經。咁去到倒轉咧，呢個我哋講緊，我哋同原住民就呢啲咁嘅條款開始嘅達成一啲法庭嘅 litigation 啦，一啲
裁決咧，其實追溯到呢個 case 係1997年嘅 case。1997年呢個迪加姆同埋聯邦政府同原住民嘅 case 咧，咁其實你好關鍵地咧，因為佢當時候其實呢個 case 如果我睇清楚呢度咧，佢係有發還過重審嘅，因為佢當時個法官就引用咗一啲一個意見，就係佢。你譬如原住民有好多嘢唔係用 written 嘅，咁引用口述嘅歷史或者有啲 document 唔係必一定好完整嘅。咁喺普通法嚟講咧，我哋必須要有好多證據啊，或者有好多文件係要好清楚嘅。如果唔係嗰個 case 就唔成立噶嘛。呢個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啦。但係如果唔明白嘅，呢個係普通法其中一個要點嚟嘅，因為如果嗰啲條款或者啲條文唔清楚嘅話咧，嗰個 case 就算你嗰個 argument 係啱咧，咁即係叫做證據不足，咁就可以學 collapse 嗰個 case。咁但係佢引用咗法官叫做 obiter dicta 嘅條款，就話你呢啲嘢可以用，但係法官個 discretion 佢去點樣用。咁同埋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咧，就係你譬如你要去做一個claim 嗰陣時候咧，你要係 exclusive 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三個人都同樣爭一笪地咁樣，呢個花園都係我嘅咁樣，咁呢個就會好複雜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呢個法院已經裁定咗係有個 exclusivity 要必須係一個起因，所以點解呢個 Cochran 嘅 case 之後？呢個唔好講 City of Richmond 嘅政府嘅上訴啦，咁呢個 Musqueam 同埋呢個 Tsawwassen 原住民都會上訴，因為當初根本呢個 case 就冇 involve 佢喺裏面，亦都其實倒翻轉嚟講，呢個 case 係唔成立嘅，因為大家喺一個都未仲裁好到底嗰笪地係屬於邊個嘅當中，咁你就引入呢個法律程序去行呢個。法律嘅流程，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所以係啦，所以呢個問題就引申到後邊又會再引申更加多嘅問題出嚟啦。咁後來我再發現到有啲資料咧，就譬如話，其實佢哋而家引用呢個 Cochran 嘅 right 啦，其實佢係一種secondary 嘅 right 嚟嘅，因為喺佢哋原住民當中有一啲嘅 claim，佢係即係譬如佢係一啲譬如 in-laws 嘅 right，即係譬如話我呢個係我嘅親，即係我嘅親家嘅土地，咁佢去 claim 喎，咁即係其實你變咗就。如果再咁做落去咧，其實 BC 省變咗有150%嘅地都唔夠佢傾噶嚇，即係你不姑勿論你話你啲政客出嚟話呢個唔會影響到你嘅土地嘅申屬權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容許咗呢種混亂嘅情況發生，你基本上係要將呢啲嘢釐清咗，先容許佢喺法庭度。做一啲辯護或者去喺法庭度做呢啲審裁決，而唔係當原住民或者呢個權益到底係咪專屬擁有嘅時候，你就將佢放上喺法庭。即係好似而家你如果清楚南海嘅狀況咧，就有啲似南海嘅狀況，即係好似話點解中國政府咁反對呢個南海仲裁案咧？因為南海當然啦，你話九段線係咪一個合法、合乎常理或者理論正確嘅嘢咧？呢個先唔講住。咁但係你就算唔係咧，嗰個海域咧，嗰啲大家對大家嘅劃分咧都係重疊嘅，全部都嚇。咁越南又有份，馬來西亞又有份，咁變咗咧，你根本你如果單方面去做一個仲裁咧，咁當然啦，呢個聯合國叫做海洋法
UNCLOS 到底有冇執法權咧？咁佢冇執法權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你如果基本上你仲裁之前，你係要釐清雙方到底有冇第三者去再爭辯噶嘛？咁而家好明顯就係一個狀況有個問題出現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當呢個原住民，即係呢個法官用咗一啲原住民法律嘅觀點去 justify，當我哋落我哋嘅普通法入邊，即係等於點解喺2019年之前，中國大陸對於香港嘅普通法有咁多 concern 咧？倒翻轉可以咁講，即係因為其實呢個世界咧就基本上一係行大陸法，一係行普通法。咁好多嘢喺普通法嘅層面裏面咧，你其實呢個法官就叫做 ingest 咗一啲原住民法律嘅觀點入到我哋嘅普通法裏面。OK，即係話有啲權益到底你係咪你個法官判定咗呢啲原住民嘅權益就係等於你普通法裏面嘅權益先？咁但係佢喺呢個情況當中就將呢啲嘢引用咗，就覺得係就佢嘅判決就係已經係咯嚇。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好大十分之大嘅問題，因為我首先唔評論到底應唔應該維持原住民權益先，但係個問題係你法官一個人嘅觀點就將成個普通法嘅 basis 扭曲咗，某程度上，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當然我好失望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到而家反對黨啦，或者聯邦同埋省政府咧，都冇一個好清晰嘅人出嚟話俾你聽，到底而家發生緊咩事嚇。即係我唔係一個律師，我亦都唔係一個政客，但係我覺得呢啲問題咧，我要話俾大家聽清清楚楚。第二、第三個問題咧，其實政府嘅目的或者政府嘅功能係咩咧？即係老實講，政府嘅目的同埋功能就係第一，保障私產權同埋一個完整嘅私產權產權制度。OK，第二個目的，俾多個目的你，政府就係要登記出生人口或者認證呢個人係咪合法居民或者公民。OK，如果又引用一啲香港人理解嘅例子，即係如果我哋日日夜夜喺度話溫哥華 BC 省已經係未被割讓出去嘅領土，有你唔好唔記得喺97年之後第一個被呢個終審法院同埋呢個人大有爭議嘅地方就係嗰個居港權嘅問題。因為當時候喺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咧，改咗將本來咧香港嘅居民咧就係屬土嘅，OK，因為按照英國，如果佢係殖民地，你喺嗰度出世咧，佢唔理你父母係邊個，就係有屬土嘅公民權，OK。但係因為回歸咗之後，其實當時候80年代香港嘅爭議咧，就關於到底。因為好多都係中國人嘅血統嘛，咁所以佢就喺82年監粗嚟咧，就將我哋香港人嘅某程度上英國人將我哋香港人本來係屬土嘅觀念，要因為去迎接回歸97年，所以咧就變咗我哋係屬血統嚟而俾公民嘅，所以倒翻轉，點解你喺香港97年之前出世，但係你97年之後成為咗中國公民咧，係因為佢俾咗你有屬血統嗰種嘅國籍嘅關係。咁嗱個問題就係你第二個問題又譬如睇下馬來西亞有幾個地方啦，新加坡、平安同埋馬六甲。呢個地方係當時候英國係割讓咗出去嘅領土，佢哋嘅公民咧喺1950年代當馬來西亞立國嗰陣時候咧，佢哋嘅地位咧同其他嘅馬來西亞居民係唔同嘅，所以喺法律上咧呢個係有 implication 嘅，因為你如果要追溯翻係咪你而家
BC 省政府話俾我聽，你當時候冇將呢啲地ceded from原住民嘅，咁其實係咪咁到底你如果你而家話俾我聽啲地契已經個 status 改咗唔成立，你而家呢個可以追溯翻以前嘅法例？喂，咁你所有加拿大唔理你係咪中國人又好，唔係淨係我㗎，你啲譬如係主流嘅白人嘅印度人嘅喺呢度出世嘅，到底呢個嘢你成唔成立呢？因為呢個係1806年英皇制憲就話，如果你喺屬土出生，你就有呢個俾國王會俾你一個公民權。雖然我哋已經唔係英國嘅公民權，但係你係屬土喺加拿大出生，所以你有屬土加拿大嘅公民權。呢個邏輯，呢個法律嘅基礎係1600年嘅成立嘅。咁而家你可以將以前判定嘅法律基礎去 turn over，我可以假設你日後如果有一個唔生性嘅走嚟 challenge 呢樣嘢，咁你呢個都可以推翻嘅。因為老實講，啲好 obscure 即係好荒謬嘅事情，我哋而家都 observe 發生緊。你又可以保證呢啲事唔會發生咩？我完全唔會唔寫包單話呢樣唔會發生咯。OK，咁最後一個問題咧，由咁多年嚟喺呢個英國屬土或者係加拿大皇屬土嘅地方，呢個總督嘅責任咧就係有一個 sui generis，即係佢係一個超然嘅地位咧，即係去做一個評估。點講啊？去做一個佢都係有呢個義務同埋責任咧，去擺平呢啲咁嘅問題嘅。咁咧，但係佢喺呢個案件中間咧，有好多由呢個案件19年去到入到法院到而家咧，佢有好多機會去將呢件事將佢去扭轉或者去終止佢哋嘅聆訊，因為呢啲咁嘅呢個聆訊嘅結果，無論係點樣都好咧，都會引起公眾利益嘅一個好大嘅考驗。但係佢冇咁做，所以佢係規避咗呢個責任。第二個問題，你話我哋引入咗呢個 DRIPA 或者 UN-DRIP 嘅 principle 喺我哋嘅法律，應該會將呢啲事情即係更加確認化，更加唔會有更加多嘅 ambiguity。但係而家好明顯，你做呢一個事情喺你處理嘅手法當中，唔單止冇增加個透明度，而係將呢件事更加模糊化。更加模糊化達到嘅效果係咩呢？我想同大家講，我唔係話反對原住民喺土地上有權益，而係個問題係，到底呢個市場啊，呢個社會，我哋嘅產權係需要有確立或者好清晰嘅界定㗎。你將呢啲事更加模糊化，第一，邊個再敢投資喺 BC 省呢？你話唔考慮呢個問題，應該係全個 BC 省民要關切嘅問題嚟㗎。第二，你將啲法律再模糊化，但係其實你有咁嘅地位，要去當初就將呢個事件同公眾解釋清楚，或者甚至乎係需要一個公投，到底我哋應該係點做？但係你冇咁做，省長尹大維先生，你只係將呢件事推卸咗落個法庭嗰度，讓個法官替我哋全省民去做呢個決定。而個情況事實上就係咁樣。最後，我想話俾你聽，當時候09年喺個省嘅名義當中，同呢個楚蛙神原住民簽咗嘅權益，或者甚至乎而家 Musqueam 馬斯咸原住民喺土地上嘅權益，你有冇為佢哋嘅權益作為一個保護？如果你話你以前09年喺個省政府簽咗嘅條約，你而家有機會基本上係違反咗嘅，咁個省政府嘅誠信又去何在呢？咁以後原住民都唔使同你簽條約啦。呢個係去到一個問題，係個政府有冇公信力嘅問題啊？係咪？因為你同人，因為我哋喺呢個西方嘅法律基礎上邊就係
啲條約我哋要 honour 噶嘛。你而家係冇 honour 到你當年同楚蛙神原住民簽嘅條約，如果有嘅話，佢就唔會反去 appeal 啦，因為你都冇 consult 過佢哋。我最後想講，真正嘅和解同埋去大家去維持呢個社會咧，就唔可以用我哋150年前嘅標準或者 understanding 當時社會嘅道德標準嚟去做而家嘅 judgment 嘅。咁我再重新強調，呢個行政長官阿尹大衛先生，佢係有一個行政權，或者佢喺以前嘅歷史當中，呢個位置屬於呢個行政長官嘅人咧，係有呢個權力去同原住民商討，或者做一啲 arbitration，或者做一啲協商去解決呢啲問題，唔係等到呢個問題擺喺一個 judicial review， 喺一個法庭裏面去解決。所以佢唔單止喺呢個情況當中同呢個 legislation power， 即係呢個法權同埋呢個行政權兩個權，立法權同埋行政權混為咗，根本就分唔清咗自己個身份係乜嘢，係一個叫做冇負去責任，讓呢啲不合法嘅事情發生，所以呢個叫 conveyance。所以佢呢個責任同埋呢個當時候對於原住民呢個問題，佢係要負上100%，完全呢個黨同埋呢個政府，唔係呢個黨啊，呢個政府係要完全負上呢個責任。好，唔該晒。